第四啊吼，啊，就 Crystal， 我毋知你有兴趣起来读无吼？我甲你邀请啦吼。啊，你若对即本小说诶内容无啥物了解，会当去现者维基百科吼、维基百科吼有小解。即本是足好诶一个台语小说吼，非常诶好啦吼。甚至我认为，当然笔法上较无遐尼成熟，但是小说的迄个内底故事吼，故事性吼写啊足好。好。Crystal 有兴趣再起来，咱会当一人读一句，啊，若无你就看阮读吼。啊，你无开麦，但是会当你家己，阮读你读的时阵，你倒阮读咱就对吼。第四页吼，你当去看迄个 link， 我迄个 channel 有附迄个 link， 或者是我 YouTube 即嘛有你直播吼。第四页对这第四页开始读起，啊，咱就Daniel 开始，Daniel 大姓马文德吼。迄时2月26暝。算是真寒 ，Daniel。哦，我先吗？嘿，我先啊。哦，是。迄时2月26年，算是真寒。假深的时，草啊假深的时，假深的时，嘿，草啊坡客甘蔗的人。来要叫头寡牛，我毋知我敢念对无。无念对啦。但是毋通念伤衰吼，第一句就好。好，马文换你，就念到这句头遮啦吼，到点句点遮，就拄则等你读的遮。所以头寡牛，伊要头寡牛，是头。挂牛哦，叫头挂牛啥？是读到遐就好。因为拄着志气的牛。歹势啦，马文。我讲读啦吼，所以读迄句啦，咱拄则读的迄句啦。对啦，读句就对哦。OK， 来，迄时2月26暝，算是真寒。假深的时。草仔埔客甘蔗的人来要叫头挂牛。芭比换你，芭比换你。我拄你来，即摆倒倒。无来，你对我读吼，我即嘛一个豆点一个豆点安尼。第四页第一句。你对我读吼，第四页，我着拄着句刀，我着停落来吼。迄时2月26暝，算是真寒。你有显着无？哪安尼？第四页，毋是第四页是迄个，是迄个知名的页数第四页啦吼 ，PDF 是第6页啦。迄时，好啊，我查啊，因为我即摆看是纸本。纸本啊，就是纸本的第四页。你讲纸本是讲你手头迄本哟？我毋是，我甲印出来，因为我即摆无电脑，我就甲印出来。哦，印出来，但是白二版吼。是啊是啊。是我安尼就是下底有迄个页数嘛，页尾是第4。嘿。哦，是啊。啊，第一纸是迄时2月26暝，有看到无？毋对，安怎毋对法？为啥伊无看到？奇怪。安尼无你对第一页开始显好无？你对第一页开始显着，逐显会着。对啊，电子版纸面是第4页，啊若 PDF 可能是第6页。是毋是？迄时2月26日，毋是顶回拍吗？就是即句啊。就是迄句啊。我顶回读到第3页。对啊，那个。所以即摆是，嘿啊，迄时2月26即句毋是芭比，你的问题是啥？其实我无。我找着啊，顶管遐啦。你是找袂着尔嘛吼？有 OK， 找着。我找着好。迄时2月26日，不是吗？26日对。26暝算是真寒。
我觉得老糟糕。好，无代志，恁继续。无，毋是阮继续，即马我论你着你倒阮读吼。哦，迄时2月26暝，算是真寒，你有吹着嘛吼？有。啊，迄时2月26暝，算是真寒。过深的时，过深的时，草仔坡，歹势，草仔坡客甘蔗的人来要叫头挂牛，草仔埔客甘蔗客甘蔗的人来要，这个是叫，叫，爱叫啦，爱读做叫啦吼，变调。要叫头挂牛。是，头挂牛可能大家较毋知影意思吼。头挂牛咱查一下好无？还是？妈，你敢知影头挂牛意思？迄阵青蛙教授的注解啦吼。中文伊是讲牛石无的时，摆伫咧上内层的牛只，然后伊佫有写一句英文讲 ：The cattle in the center of the cattles, cattles, driving the stone mill。我记得中文和英文拢有提供着对啊。The cattle 就是牛只嘛。嘿。in the center 伫中嘛，啥物的中 ？Of the cattles， 吼，迄个 cattles 就是 driving the stone mill， 就是拖石无遐牛只。伊是毋是讲有足侪只牛的？毋知影，我无理解。好，这是古早时代的物件，讲遮学即嘛无效啊啦，但是知影就好啦吼。就是你咧客甘蔗吼，榨甘蔗汁，客甘蔗迄个石无吼，是用牛去杀的。啊，牛呢，伊可能迄个牛有一支鞭嘛吼，迄支鞭顶头有牛担就是迄个牛耳啦吼，挂踮咧牛的即个红棍的，啊，互牛去杀安尼吼。啊，伊可能毋若一只，可能2只安尼啦吼。啊嘛，你若卖嘛，你嘛咧刻3支管，1支管、2支管，看你要几只牛拢会使吼。啊，就是头挂，就是头一挂嘛，挂就是迄个牛担啦，牛担就是迄个牛耳啦吼。安尼知无？就是头挂牛，就是挂迄个牛担的头一只牛啦。啊，所以讲上内底是，我嘛毋知上内底上外口，伫因着咧算的时阵，着算讲这是头挂安尼吼。好啊，咱转来遮讲要叫头挂牛嘛吼。客甘蔗的人来要叫头挂牛吼，就是因兜有饲牛嘛，因为即个志勤因兜饲足侪牛吼。咱有一个词咱顶回毋知影大作量啥物意思吼？作量就是我后来才想讲，这就是望文生义嘛，就是做量足大，所以叫大作量。因兜是大作量的农家嘛，就是意思就是讲是做量足大的农家，牛啊做，车啊做，田啊做，吼，逐项做大作量吼。好，啊，所以人因兜足侪牛嘛，啊，人咧客甘蔗的，迄个啥甘蔗铺，即只叫做草仔铺啦吼。其实就是甘蔗铺，或者是铺，我记是读第3声啦，因这只是飘第7声。草仔铺就是甘蔗铺吼。迄个甘蔗铺的人来要叫牛吼，即句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好，安尼Daniel咱过来吼。Daniel 你有法度家己读，你读看觅啊吧。我即马就安尼啦吼，你若有才调家己读啊，我就无爱甲你带读啊吼。Daniel 甲猫的，恁着家己读安尼啊。但是爸比我会甲你带读吼。啊，但是嘛免我带 Daniel 甲猫我都带嘛，所以因咧读的时阵，你着倒咧看啊，因读煞换你吼。Daniel 你先开始。我无都带啦，我也是咧学。袂要紧，你着学啊！我的意思就是，我甲你讲吼。我讲你上紧的学习方式，就是你带头啊。就算你袂晓读毋对嘛，袂要紧，你阁有机会。当别人咧读的时阵，你就法度通家己纠正吼，家己 correct 你家己读毋对的所在。OK， 当大家拢毋对的时阵，我再跳出来讲即字安怎读啦吼。好 ，Daniel。我念一句吼。嘿。是迄暝拄着
志勤的牛做头挂，好，马文华你，嘿，对，是迄枚拄着志勤的牛做头挂。芭比跟我斗，是迄枚拄着志勤的牛做头挂。三年，3年拄一礼拜。阮你可能也袂现着，阮即摆咧读第4啊，吼，第4啊，金两三，宾馆第3纸，第3纸后壁算过来第4字，吼，是迄枚拄着志勤的牛做头挂。袂要紧啊，你可能无方便吼。即句应该免解说啦吼。芭比，其实我可能爱先解说互你听，你才有法度通倒读啦吼。安尼较知影意思吼。袂要紧啊，我先看觅，就是就是伊拄好拄着一枚，拄是那个拄着。拄你知啦吼，伫台语讲拄就是刚好是吼，碰巧刚好吼。嘿，啊对伫台语内底吼，对嘛有迄个轮到的迄个意思，咱来看一下对哩。对，对我，着香，对，就是迄个着香，伊古一字爱读第8声对，第较悬的音，啊着香就变调吼。所以你若看对，大理大词典的对哩，第一个解说就是拍中，就是着枪啦，拍着嘛，你被射到吼。着枪，所以着枪就是即个着。啊，轮到嘛是，就是轮到你就着你，吼。所以我拄则无讲着你，但是即马呢，着译文，译文。来，即句你有法度读无？阮即马读到第4，毋是啦，3年，但是3年你敢方便？若无就译文吼。阮即马咧读第4啊。好来，3年安尼轮你着你啊吼。3年着你第4啊，第3纸尾啊算过来第4字。好，第4啊，第3纸，正算第3纸是一两三，是迄枚拄着志勤的牛做头挂，对，头挂，嘿，头挂你若啊无到遮一句就好。译文过来，着你。我也袂找着呢。你还袂找着来，我甲你讲，阮即马咧读纸面第4页顶头算来第3纸。我知影即马读个手头摕着即个白话字吼，那敢若你看法文还是迄个罗西亚文吼，逐个安尼。诚紧张，现袂着你要看的所在吼。纸面第4页，找台语嘛有提供即个版本啦，伊嘛是共款，就是纸面 scan 的，所以原提供的是一个 Google File， 你爱用你的 email 嘛，若找台语的部分啦，这可能伊嘛最近才藏起嚟。安尼吼，找台语要安怎点我第2个连接。确认第2个迄个连接就是找台语顶悬提供的，只是讲伊的编排我无真确定，反正咱即马伊顶悬的编排总共分做40个节啦，是安怎？咱咧读的可能真应该是咧算第2个，你第2个点入去了后，你就看到伊是第2页，下骹上下骹是数字第2页嘛。迄个找台语伊有一寡功能嘛，就讲你有一个倒边的正边的记号，就是讲现去第3页，搁试一届就现去第4页，所以。凡是即个连接嘛，会使互各位朋友网参考，就是伊就是有分遮个算章节啊是啥，时到伊上下骹拢有第几页嘛。那数字出现伫中可能是第几节，若上下骹的数字就是第几页。咱今咧读的是已经读到第4页顶悬啊。是即个连接会较好找款，我咧用。好，译文你逐找吼，你若找着，倒会着再甲阮讲吼。
我们即马要开始要后一句啊。好，好，因为客甘蔗的石车顶面有一支4、5长长的叉在做格。我小解释一下吼，咱再来论读啦吼。因为客甘蔗的石车就是石磨吼，石磨顶面有一支4、5长长，顶头一支什么物件吼？啊，伊长度是4、5长，4长还是5长啦吼？我毋知长即个单位到底偌长吼，4、5长长的叉在做格。我拄则讲一支柄无，我拄则用柄是我外行，我叫柄，伊叫做格啦吼。迄支柄叫做格啦吼，咱来查一下格。K.O. 第5声，格，大理大书典敢若有掠伊用竹啊做器具，鱼格吼，做动物的人啊，但是这拢毋是伊即只用的意思吼，无就无法度啊吼，人伊就叫做格嘛吼。果滴滴果鱼果，这是鱼果，这是拄则讲的嘛。伊掠鱼用的鱼果，但是啥物叫做滴果，我都毋知，掠滴用的哦。好，咱转来文本遮吼，或者伊就是讲迄支柄4、5长长伫咧即个石车顶头迄支叉啦吼，我莫讲柄啦吼。迄支叉，伊讲4、5长长的叉，伊叫做格。啊，过来呢，互牛来钓，互牛来钓，钓啥物意思呢？钓到，咱应该要会钓啦吼。一定是牛绝对去杀还是去杀嘛吼。但是牛敢若用镜头，你知影牛拢是用镜头去镜起来嘛吼，啊去拖嘛吼。伊讲。大理大说的钓是，敢若游鱼啊，轻轻啊游，这是钓的吼。嘛毋是足正确去解说的，即马遮用着即个词吼，即个字啦。我看下监理顶有无？嘛无，好。好，安尼你知影就是还是钓梭啊，还是甲伊钓较起哩。马文，你钓皮单，马文你拄则查倒位的？我即本是迄个日本人出的迄个台语字书典啦。嘿，我是现转本的啦。啊，现转本的书典啦。嘿，有啥物解释？伊就是讲啥物手天，所以钓皮单，啊，过来就是有一个是钓梭啊，伊讲是啥物轻轻啊，甲迄个梭啊扭啊是安怎？啊，过来就是讲钓较起哩的，钓较起哩的，可能甲啥物物件钓较起，所以即个迄个牛迄个动作是毋是因为伊有一支迄个叉？啊，插伫咧迄个石磨遐嘛，伊毋才使家下叮当嘛。对。所以即下就是牛才来钓安尼。是。啊，所以当然，即本字书典伊即两个音是两字是无共个意思安尼。所以看起来是毋是甲钓梭啊有较相活呢？因为伊是各用日文去解说嘛，啊个日文我看无啥，伊讲说轻轻啊去解啥物？去印的迄字，然后迄字头上啊后壁佫一个张，就是你是看巴了，我袂记起来。反正就是我坦白讲，即本字书我是咧看伊字，啊然后伊记的迄个记的例句安尼，我是咧看这尔。好，我即马手头即本叫做 TJ
台语白话小词典吼，张如虹编的吼。对，我嘛想要买这本，还袂买。有写讲着动词有两个意思，第一就是捏住末端拉，捏住末端的拉，所以做人钓鱼有无？其实钓鱼就是即个钓啦，就是钓鱼这动作，你用手啊扭安尼有无吼？这就是钓。第二个是拉平拉直吼，所以你拄则讲钓床单，伊遮嘛是有讲床巾钓互春吼，钓互边钓互春哦，所以你咧铺床单迄个动作，你会使叫做钓床单、钓床巾啦，这叫床巾、床巾啦吼，阮会腔口 ，OK， 钓床巾吼，钓就是拉。被单你会甲钓嘛，你甲拉互平直吼，就是迄个钓的，即个动作就是安尼吼。我搁另外找另外一本吼，看有无倒顶头有去钓。另外一本就较古早吼，毋是较古早啦，嘛无偌古早，搁较古早嘛袂比台语大书店较古早。即本是晚流出版的吼，陈修所编的，我看嘛伊有收无。STIOH 对 ，TIOH， 伊是写脱译吼，引啦吼，牵引吼，牵引的有写两个汉字啊，解说一个是脱译的脱译的译，一个是牵引的引吼，译引吼，啊所以引吼。啊，相关拢意思大家知影啦吼，就是扭的意思啦吼。啊，有例词钓船就是拖船，所以你知影无？钓伫遮就是拖的意思嘛。哦，钓旗就是下棋吼，我毋捌听人讲钓大嫂就是拔河啦，拔河比赛叫做钓大嫂吼。我较早上啊捌学过，今仔日在底下学着吼。互拉大手的运动叫做钓大嫂吼，钓几根就是钓舌根吼，钓几根是啥物？就是第一个是口技，讲话迄个 starter 吼，就是是叫做 starter 哦，英语是叫做钓几根。第二是抽断舌根，就是甲你的喙齿加长，叫做钓几根。好啦，安尼。知无吼？伫遮钓，互牛来钓，就是互牛来拖啦吼。好，我读到对啊，好，安尼等你哦，即句麻烦你读一遍好无？因为客甘蔗的石车顶面有一支四五长长的柴在做粿，互牛来钓。啊，马文，钓你。好，来，因为客甘蔗的石车顶面有一支四五长长的柴在做粿，互牛来钓。芭比，我倒吧。好，因为可以感觉的石车顶面有一支四五长长的柴在做粿，互牛来钓。三年。客甘蔗的石车顶面有一支四五长的柴在做粿，互牛来钓。来钓。因为伊是第四声，毋是第八声吼。我即摆咧找歌即字，小等下看。我咧找歌，
个无看到伫遮即种用法吼。即古早物件即无重要啦吼，即嘛无人。但是你会当摕来引申使用吼，变格吼，拢会使吼。好，咱继续看咧吼，语文煞无看的人去啊。会对朋友若有兴趣起来倒读的吼，拢莫客气吼。啊，做你放心，阮这遮毋是要互你表现你偌厉害偌晓读，是要互袂晓读的人有法度学袂晓读吼。所以我对迄个走足紧的，我拢叫你家己走吼，无法度走的，我会甲你牵咧行吼。OK。好，咱后一句，阮即马已经你读到第4页吼，你会当去你 link 第4页看。我头chat room 有打迄个 link 吼，你直接我最后打迄个，你直接 copy and paste。即马你看纸面的第4页，第一段上尾一句吼，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面是离卦哦，所以你看来只，拄则马文讲是对吼。马文拄则知迄是对，讲内面这是头卦，就是牛迄支歌吼，可能有会当两只牛去钓嘛吼，一只伫内底，一只伫外口。讲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面是离卦，较外面是三卦，所以会使迄只歌迄支歌会使三只牛去钓，安尼吼。好，安尼伊迄个。一长是10尺嘛，所以迄支茶有4、5长，就等于是4、50尺。哈！一只牛的宽度大概是3尺至4尺，罕咧超过5尺。也就是讲，迄支茶有4、50尺长的时阵，安尼可能会使摆咧头卦、二卦、三卦，甚至4卦、5卦安尼。所以一长差不多是。1公尺，一长是10尺，一长是10尺，一尺是30公分，所以差不多10尺是差不多一公尺，3公尺，3公尺，3公尺，哦，对，3公尺，嘿，3公尺。啊，我来讲，一只牛，我虽然看到的牛，会记得印象中，伊虽然看到应该就是3尺至5尺宽吧，罕咧有牛迄个宽度会使到5尺吧，因为5尺。等于是一个人迄双手伸出来迄个宽度呢，牛啊，遮大只足恐怖的嘛。啊，所以水牛印象中这大概是用，水牛啊赤牛，我无确定，嘛有可能用赤牛。差不多啦，拢差不多大。赤牛较多吧。嘿，啊，所以4、50，这4、5长就是4、50尺。啊，当然牛甲牛可能袂排甲伤密啦，所以讲2卦、3卦大概就是一个，可能无到极限。可能就看伊迄个石无，还是石车偌大粒吧，大概是安尼。啊，拄则有检读一句来讲，格若长的时，石车就长，所以就是一个联动的关系嘛。就敢若水车踩咧水内底，水内底流叮当，流叮当就带动水车，啊，水车互带叮当的时阵，伊就带动迄环迄支啥物物件去加另外一个所在的啥物物件去磨物件，啊，所以即马就是讲。迄个石无甲甘蔗可能缀伫遐，啊石无是2对石头嘛，所以顶甲爱有一支格，应该是迄算格还是叉？反正迄个石无爱有一支叉插伫遐嘛，啊然后牛只杀迄个格带动迄个石车尼啦，就算讲一个联动的就对啦。是，大概是安尼。伊即只的词就是牛去钓迄支格，钓啦吼，钓迄支格吼。OK， 所以头前即句我绕高去吼。咱是读到对，我袂记啊。等你有一讲，马文啊，马文，歹势，等你哦，你是读到对。读到互牛来钓啊。啊，过来，安尼过来吼。过来就是。是啊，我到时无读到。好，来开始，来。我开始啊。对。格若长的时，毋是若长哦，格若长。格若长的时，石车就长。嘿。要继续吗？一句就好。
好好。马文哥若转的时，招车就转。芭比哥若转的时，招车就转。珊妮歹势哦，我搁在找，因为我走来走去。不要紧，我头找，因为我拢会派我去创啥。我知。因为你先学语文伦理。不然我会使读，毋过我拄则伊是伫顶悬迄，因为我找无呢。即马是第几章？尾两句，上尾两句，迄段是尾两句。哦，我知。第一段尾啊，第一段尾啊，算起来第三抓。2、3 K.O. 哥若转的时，招车就转。语文。哥若转的时，招车就转。好，过来。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面是二卦，较外面是三卦。第二。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面是二卦，较外面是三卦。伫迄内面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面是二卦，较外面是三卦。芭比。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面是二卦，较外面是三卦。珊妮。等下，即摆第一个，我即摆伫坐电梯吼，歹势，因为我就是爱无闲，我来读看觅吼。伫迄内边，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边是二卦，两卦，较外边是三卦。好，真好，语文。伫迄内底是头卦，外面是二卦，较外面是三卦。语文你方便甲我讲你的汉字是安怎写？你的名？汉字，我的名吗？嘿。我名玉是日头的日啊。下面是李。OK， 了解。因为我甲你读台语的啦吼。你感觉台语变怎读？有人知无？台语，我毋知呢。毋知袂要紧，我查一下讲字典。你去查历史典啊？我即嘛随查啦吼，讲字典就会使啊。头先育教育迄个育，教育迄个育，共音嘿。毋是。毋是是啥物意思？伊讲无清楚，无啦，伊去查就好啊，莫伫遮公开，莫遮公开家己的资讯。另外一种的。好，教育的育嘛，对无吼？好啦，咱继续好。所以已经读煞吼，歹势应该是无应该公开甲你问啦吼。过来后一段吼，迄碟叫牛的人头壳头壳刺吼，应该是安尼读。我是好啦，我第规段也读了吼。到位看到贼，惊一个拢要死。即敢要解说？迄碟叫有的人头壳刺，到位看到贼惊一个拢要死。因为顶回咱读甲讲，伫咧志勤因兜外面，迄个情变贼等于伫遐你做大哥嘛吼。迄河光收金纸的河光
啊，即满要叫牛的人来就要来因兜，结果才看到贼吼，惊一个叫做强要死吼。好，Daniel，迄条叫牛的人头壳刺刺，叫到位看到贼，惊一个要死，惊一个拢要死。是马文，迄条叫牛的人头壳刺刺，到位看到贼，惊一个拢要死。芭比，迄条叫牛的人头壳刺刺，到位看到贼，到位看到贼，惊一个拢要死。OK，迄碟吼，你若要长直接长迄碟吼，其实各位拢无读着啦，但是你若要变调，就是迄碟啦，迄碟叫牛的人啊，但是伫遮你若无爱变调，就是迄碟吼。好，过来语文，语文啊，歹势。三年咧读，三年开心。好我拄则歹势，我拄则因为我囥落地啊，伊就走去别位，我要紧入来。袂要紧，嘿。迄碟叫牛的人头壳刺刺，到位看到贼，惊一个拢要死。看到贼吼，贼是第八声。看到贼，看到贼。嘿，语文。迄碟叫牛的人头壳刺刺，到位看到贼，惊一个拢要死。好，随时拼转去扑你，即句对对啊吼。随时拼转去扑你，这无啥物好解释，就是紧看到贼惊着紧拼，伊用拼，毋是走尔吼，拼是拼命走吼，拼转去扑你，紧活转头转去即个甘蔗铺遐吼。好 ，Daniel。随时拼转去扑人，扑你吼。随时拼转去扑你。芭比。随时拼转去扑你。Sunny。随时拼转去扑你。语文。随时拼转去扑你。OK， 过来是，我毋知下底有人有兴趣再起来吼，我有甲恁救啊啦吼。过来后一段，人问伊啥事，伊拢袂讲。好，到遮。人问伊啥事，伊拢袂讲，这无啥好解释吼。Daniel。人问伊啥事，伊拢袂讲。马文。人问伊啥事，伊拢袂讲。芭比。人问伊啥事，伊拢袂讲。语文。人问伊啥事，伊拢袂讲。Sunny 佫转来，Sunny 轮你。哎哟，我足饲着啊，因为伊就囥落地啊。袂要紧。哎呀，实在是，人问伊啊，歹势哦，我实在是，实在有够无方便。人问伊，是毋是有够吵？若伤吵，我就先卖。袂要紧，你做你两个就好。你伫遮呢？我听着好，因为我即马伫路里，我要拼去买物件，阮买物件。好安尼哦。我转去厝呢，我较起来好。好，无，你听着好，袂要紧吼。
你嘛会使倒塔免开麦就有影啦吼。好，简单，敢若后一句吼，简单用手直直一讲掂掂吼，简单就是拄则讲迄个人走转去铺呢吼，人问伊啥事，伊拢袂讲袂出来嘛。简单，因为这可能哈喘吼，简单用手直直一讲掂掂，啊加吼，这啥物意思？后壁的解释啦吼。我继续来看啦。意思是也惊吼，歹势物事？也惊也寒啦吼。啊，结果伊讲袂出话吼，加吼。好，所以即句咱来读吼。人简单用手直直一讲掂掂，加等样。简单伊用手直直一讲掂掂，加吼。嘿。哦，伊是引走去哦，我这看无安尼，好来，简单用手直直一讲掂掂，加，意思是也惊也寒。歹势，妈，你拄则讲啥物？喙齿讲袂清楚就对啊。你讲啥物走去？就是伊寒甲话讲袂清楚啦。OK， 对。加啦，其实是也惊也寒啦。是。所以可能寒，寒搁惊嘛。所以搁寒搁惊到，迄个话拢讲袂清楚哦，变成讲加安尼。实际上意思是也惊也寒。我看到真才看有安尼 ，OK。伊是其实加啦，我毋知你看的版本是迄个音飘无准吼，飘毋对去加啦吼，伊是加啦，但是无要紧，拢毋是正确的字啊吼。搁来一个叫做简单，其实我学了无讲解，我拄则读的是嘛，读了无解对啦吼，简单吼，简单，这和我平常时讲话迄个惯势的讲法无啥共吼。但是两个拢爱变调，所以变简单用吼，简单用手安尼吼。好，搁后一句吼，爸比也有念吼，来换你。简单，所以要念简单哦。简单，你要变，这两个拢爱变的。简单，伊高一个数是简单，但是直接爱两个拢爱变掉，叫做简单用手直直一吼。简单用手直直一，讲掂掂，加。后一句该读咯，意思是这样来读。你甲读落。意思是也惊也寒。好，过来，日文。好，简单用手直直一，讲掂，加，意思是也惊也寒。直直一是第八声读做一咯吼，毋是一啦，吼，变调是啦，下无毋对啦，手，但是你若摕伫后壁读做一吼。好，啥呢若无方便，咱即马我继续看后一句吼，伊就做伊走去花溪烘火，无人知伊的意思。即句应该也无啥物好解释吼。Daniel， 伊就做伊走去花溪，人讲烘火。花溪，烘火。烘火，烘火，无人知伊的意思。看你读袂出来，就是伊毋知影意思吼。花溪大家知咯，fire pit 就是一个涂骹挖一坑
伫遮揢一寡茶，踮仔兄好，安尼大家踮仔取暖用的咯，火坑叫做火坑，English 叫做 fire pit。吼，好，马文华丽。伊就做伊走去火坑行火，无人知伊的意思。好，芭比。伊就走伊走去火坑行火，无人知伊的意思。有文。伊就做伊走去火坑行火，无人知伊的意思。好 ，OK， 咱继续看咧吼。哦，时间搁剩搁13分，半暝有玲珑叫的声，哇！这因为吼，我平常时当然讲的惯势袂安尼讲啦，袂迄个声调毋是安尼啦吼。半暝有玲珑叫的声，老母叫讲，好，到遮。这应该免啥解释吧？等你换你。半暝有玲珑叫的声，老母叫讲。对，你读着，我读毋对去。照你讲是，玲珑叫，我就讲迄个讲是足特殊的。理论上伫遮，因为是一个道号嘛，伊后壁才要讲伊真正要讲的迄句话，所以照你讲，才应该变调。遮无变调，遮无变，讲无变调，但是我头玲珑叫我发毋对去啊！伊是写第二声，你第三声，我都讲看做第二声去。半暝有玲珑叫的声。我是拢讲玲珑叫。对，玲珑叫，所以伊写对。歹势，我都讲毋对吼。伊写对，我读毋对。嘿啊，玲珑叫，敢若可能看无共人的迄个表达法吧。无啦，无共人表达法啦。我表达毋对啦，伊写的对，你Daniel嘛表达对啦，是我毋对啦吼。半暝有玲珑叫的声，嘿，老母叫讲，甲遮长嘛，长句，所以讲，因为是停起来，所以后壁才要讲伊咧叫嘛，所以免变调嘛，所以免变调，所以免变调，讲免变调，叫讲好叫讲。半暝有玲珑叫的声，老母叫讲。有文。好，半暝有玲珑叫的声，老母叫讲。是，好，老母讲啥咧？咱来看。芹啊，牛底烧达。好，到遮尔，对啊，免解释。电脑着你。无金啊，有咧叫声。毋是琴啊，有咧叫声。毋是叫牛底烧达。小达，歹势。嘿，好，马文，着你。芹啊，牛底烧达。嘿。牛底烧达。嘿。芭比，着你。无，芹啊，牛底烧达。是。玉文，着你。芹啊，牛底烧达。因为营时常常伫暝时，牛捌烧达。营时就是以前呐，从前叫做营时吼。你若要汉字会当写意义的，迄个往时，或者是汉字应该是写永远的永，可能会使吼。营时吼，因为营时常常伫暝时，歹势暝时是暝时我读轻声去吼。因为营时常常伫暝时，牛捌烧达。好，Daniel。因为营时
熊熊伫暝时，牛捌烧达。嘿，因为因时常常伫暝时，牛捌烧达。芭比对哩。因为饮食常常伫美时，牛捌烧达。药文。因为饮食常常伫暝时，牛捌烧达。是，连啊，阮即马读第四页吼，你会当用 YouTube 看第四页最后一段遮，最后一段的头一句。你若要倒读，你会使读，啊若无你就找着再来吼。好，连啊可能无方便，咱继续看咧吼。志勤兄一册，歹势，志勤兄一册，泪伊的目睭，提开一看 ，OK， 兄一册，兄是东兄啦，东兄的兄，咱就知影兄哩吼。HIANNH， 第八声。我大理大书店无，我写毋对无 ？HIHNN 歹势吼。HIHNN 第八声。嘛是无，我感觉应该是 IHINNH， 伊若安尼写法。HINNH 哈，这是甘字典的写法吼。兄，甘字典有收即字吼，兄一个，就是生囝大兄，生囝大兄的意思吼。我拢讲大兄，伊对伊嘛是写大兄嘞。所以兄就是兄，头前伊就有解释了吼。第四声甲第八声共一字啦吼，兄是共一字吼，有人讲兄，有人讲兄，所以是兄一个兄一个，还是兄一个，兄一个拢会使吼，兄一个，兄一个，就是生囝大兄的意思吼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读到对啊。志勤兄一个，兄一册吼，我较惯是安尼讲啦吼，拄则变调，我煞袂晓读吼。志勤兄一册，泪伊的目睭，提开一看，提开就是目睭提开啦吼。好，Daniel 着你。志勤兄一册，泪伊的目睭。踢开一看，那你若有毋知？志勤兄一册，泪伊的目睭，踢开一看。踢开一看，应该是提开啦吼，或者是南部是安怎变调？173253。踢开一看。我是变调第557，173253， 5732217吼，南部腔是踢开一看吼，看你会对腔口啦吼。啊，若要倒我读，我就是拢读踢开一看吼。你若有即句意思袂晓的吼，你莫急要读吼，你甲我讲你看无，叫我解释互你听，啊无你会读甲哩哩啦啦吼。所以你
你毋免记要讲我讲对你，你着随爱读吼。你着甲我讲，你倒一句你看无，倒一字你看无安尼。吼，你毋知影意思，你绝对读袂准的吼，发音袂准的吼。好，芭比着你。即群，歹势，即群囝一醒，类伊的目睭，踢开一看，踢开一看，嘿，不是变调。变调，你是南部，你是北部腔南部腔？我应该是北部。北部就是提开一看。踢开一看。嘿，好，玉文，着你。好，志勤兄一切，类伊的目睭，踢开一看，毋是提开一看，踢开一看，就是提开你的目睭，嘿，用迄个铁啦，无毋对啦，是你若无变调，本调是读铁啦，吼铁啊，但是提开目睭，吼，提开目睭，一定安尼讲。好，咱玲啊，你方便无？我会使读。嘿，会使，你有找着。志勤兄一切，类伊的目睭，提开一看。嘿，好，咱继续吼。我毋知用写一个我吼，可能是迄个惊叹号啊，感叹语吼，感叹词。贼仔拍面袂好，歹势毋？贼仔拍面袂好鸟，三个入房来了，什么意思呢？贼仔拍面袂好鸟。各位啊，各位知影意思？我无啥会记的意思，我读过嘛是袂记吼。就是面用我会记的，就是因遐真变差，就是伫这大兄的时阵，会毋是有火虎啊？爱着甲迄个火虎用手去甲伊抱起来，第面拍互猫就对啊，就是我用拎出来啦。是。所以就讲拍面为好鸟意思啥？因毋是这大哥，啊有迄火虎啊，对，啊就是甲火虎用手扫，啊甲伊扫咧面的安尼啊，这为好鸟啊！好，感谢猫。为这间鸟面我都随看着就对啊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意思吼。等你哦，着你。我贼仔拍面为好鸟，三个入房来了。嘿，第一个毋是我吼，是我，伊是遐我。我，嘿，第三条我。嘿，猫问着你。这毋是我。贼仔拍面为好鸟，三个入房来了。芭比着你。我贼仔拍面为好鸟，三个入房来了。玉文。我贼仔拍面为好鸟，三个入房来了。三个入房来了吼。来了。好，玲啊。我贼仔拍面为好鸟，三个入房来了。好，咱继续看咧吼。哇，10点啊，咱甲即句看了啦吼。今日你甲第4页读，所以咱逐遍1点钟差读一页吼。大家来袂要紧。头一个将伊所夹嫌外长的坐味腿，各位会记个嫌外长？嫌外长是啥物意思啊？就一人嫌迄个长度啊，一人嫌嘛。就是咱读迄个荷兰人野声就是讲自寻有无？当然迄是你量迄海的深度的，啊，这也是相款即个嫌，对无？马文你佫会记迄个是读做嫌吼？就是嫌是海水的深度，啊，若无就是树块的大细安尼，一人嫌两人嫌安尼啊。啊，所以一嫌差不多是一人悬啦吼。OK。嘿。
一人寒。嘿，啊，咸歌就是比一人较悬，所以后壁是坐坐尾腿嘛，腿吼，坐差不多，尾腿嘛。差不多一人悬的即个长度，即个腿啊，吼。好，出力就对面来，来，吼。我拢尽量照伊飘的音来读啦吼，虽然有时仔读的我感觉怪怪吼，照读吼。应该是后壁伊两个地序后壁迄个轻读啊。哦，来，嘿，嘿，对，来，嘿，安尼就对，吼。歹，真感谢马文拢甲我甲我讲对，我拢读毋对去。无我实在有时仔看吼，会读直读。好，头一个将伊所夹上外长的坐尾腿，出力就对面来。第二，头一个将伊所夹上外长的坐面腿，出力就对面来。嘿对，啊夹就是拿啦吼，夹所夹嘿，所拿的嘿，迄个夹。其实咱平常时我啦，我的腔口我袂讲夹，我拢讲夹啦，我袂讲夹啦吼。好，袂要紧啦，就伊安尼写，咱照安尼读。马文着你。头一个将伊所夹上外长的坐尾腿，出力就对面来。芭比。头一个将伊所夹上外长的坐面腿，出来就对面，这个怎么念？来，喙爱合起来，袂使喙袂使开。来，嘿对，出力头前是出力吼 ，CHHUTLAT 这是出力，出力啦吼。出来，嘿，出力，嘿对。叶文。头一个将伊所夹上外长的坐尾腿，出力就对面来。来，读第一名来，来，零啊。头一个将伊所夹上外长的坐面腿，出力就对面来。好，真好，大家拢读到足好诶吼。咱有时会读毋对，我嘛定定读毋对。伊其实吼，明明伊写第二声，我就硬读第三声，有时就是安尼吼。你诶声，你诶喙袂倒你诶目睭，足奇怪吼。哦，好，今仔日读到遮啦吼，咱到遮结束啊。后一回再过来读第五页吼。3年今仔日较无方便啊，下对 Crystal 欢迎你来。我相信你愿意倒到这只吼，每一句你拢有倒着啦，只是你无开麦尔。啊，后一回免客气吼，含阮斗阵来读，阮逐个拢足含慢的，包括我带读的人，我足含慢的吼，所以放心嘛吼，毋免惊，逐个甲你笑，无一个人敢甲你笑吼，逐个拢足含慢。好，安尼。坐尾腿是什么？写下来。坐尾腿，齐眉棍。哦，之前有读到，对，但是毋是棍吼，伊即只毋是棍，伊是齐眉垂，因为伊头前是伊顶头一粒腿啊，吼，讲腿啊，下个垂吼，坐尾腿吼，嘿，伊若讲坐尾棍，就是真正是棍吼，但是是坐尾腿吼。OK，多谢。好，志勤因兜着餐吼，毋是擦啦，其实是枪匪吼，会来抢吼，已经入来吼，拼入去厝内抢啊。故意你毋通当做只是小说故事尔吼。伫咧清国时代吼，土匪就是真正安尼，真正去恁兜甲你抢吼，而且毋是敢若抢恁兜尔吼，抢规庄头吼。咱后壁会看着因即个规帮的即个土匪吼，是规定的吼，规定的去抢规庄头吼。而且可能毋是干那恁庄头吼，伊今仔日来到贵宝地啊吼，对即个东村抢到西村吼，无一村会甲你绕高去的吼。
这毋是我后白讲，你小说是无写甲安尼。我是伫读我德北阮的故乡的历史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个人因兜的自传吼。你写讲迄当阵就是清国时代，你写讲因迄当阵插火来抢砖头，就是安尼。阮迄到位啊，砖头一砖地名拢写出来，我见我抢规片的啦，吼。好，咱今仔日读到遮。我要分享一个，是你讲，就是很出席。中国有办这个音乐节，结果吼是规砖头的人啊来抢这个，你听伊讲会人，什物电脑啊，什物拢互人占。好安尼哦。什物阿伯阿母，规砖头是阿伯阿母这种的，以上。所以即嘛吼，这个经时间。啥物？歹势。足够经时间啊！哦，迄是啊。哎呀，即嘛我捌车是去食喜酒啊，台湾的是食喜酒。安尼，规片抢的就对啦吼。对。OK， 好啦，咱后一撮，咱后一回咱再过来谈。啊，是大概要开讲者3分钟，个人有啥物意见，有啥物建议，有啥物心得，有啥物都一人1分钟讲一句袂要紧咯。等你哦，你有啥物要甲阮建议的无？我无吼，好，谢谢。马文，大家拢读甲真好，继续学习。若感觉进度伤慢吼，咱再想办法啦吼。芭比有啥物？我即摆伫找字典。哦，安尼哦，好。甲我无啥熟悉字，搁找一遍。好 ，OK， 好，你逐找。叶文，你有啥物要建议？有啥物心得无？无呢，期待后一回。安尼吼，期待后一回。今仔讲的甲顶回讲的共款。安尼哦，安尼则好啊，表示你拢有咧期待啊。其实我嘛足期待咧，我真正每礼拜我足期待即点钟咧。对啊。而且吼，其实我足想要开班哦，真正无方便，因为我干有礼拜时有法度通含各位来读。我以早吼，其实我即个教材吼。我当然是迄潘老师因开班的时阵，我甲因摕嘛，就是因咧开班，其实因就是安尼咧读的。我嘛是教因安尼咧读，但是因毋是一句10000个人咧论吼，伊是一人论一句，啊，所以基本上你也有迄个基础，你才读，你也家己读嘛吼。所以一人论一句，啊，但是读着一句内底有迄个意思，大家毋知，就随去现代历史典。吼，去看意思吼。迄当阵我讲潘老师着潘科元老师吼，因就是安尼带吼。迄当阵我同窗诶有几个，我即嘛是啥名叫袂出吼。OK， 我为虾米讲到这，就是因为你看嘛，我哪有可能有迄时间含因倒读？因拢是暗时啊，下班时间逐个读嘛，所以我根本就无迄时间含因倒读，我拢咧上班。我就是有时啊休假诶时阵，拄好迄天有闲，我就迄天会含因倒读，所以我含因倒读机会足少诶，一年才得1-2遍尔。但是就是我足感动诶，就是我含因倒读诶迄几遍诶经验，我今仔日共款甲即个诶做法吼，教各位。我希望讲各位你以后有法度家己去开班，去教别人吼，安尼来。像安尼来甲一句安尼来甲因教因法度家己搁去开班安尼吼。我无希望你伫我即个班读甲迄个3年后，你搁咧缀我一句读啊吼。我希望讲下底诶人换已经换3届啊吼。我希望 Crystal 有机会当起来，还是讲其他人当起来安尼吼。OK， 好，咱今仔日到遮吼。玲啊，歹势无你讲话。啊，我讲哦，我要讲即个字啊。好。即个音我是我做细汉，因为阮爸爸是做乌手的啊，铁工厂，所以较早就捌听伊讲，啊，就举讲推啊，足大力甲落来。我讲，你是，我就讲想讲，你是毋是绕到一个字无念？啊，无阮兜是乱人讲，就是迄个讲出来讲落来，就是足大力的安尼。我讲，就是。那个动作跟那个音无，迄个动作就是
喙爱合的，啊，对你大力安尼甲开落，甲嘿讲开啊。对对对，我袂记鬼说即个字，因为对我讲，即个字是平常甲无必要无必要去鬼说吼。但是即个对足侪人其实毋捌的吼，反正我真正袂陌生的记。吼，毋捌听过，足侪人毋捌听过，嘿我伫咧想对对对应该是安尼。我就我迄阵毋捌听过啊哦，所以伊是动作也是声音啊。伊是一个动词，动词，哦嘿，这是一个 verb 哦吼 ，HMH。歹势，我是写毋对无 ？HMH 哦，好对咧 HMH。伊特殊的所在就是讲，伊无，其实伊无看起敢若无母音，敢若子音，所以你若摕即个字要去叫一个读英文的人，伊是读袂出来，你搭即字是要安怎读吼 ？HMH， 但是对，嘿，但是毋通袂记台语内底 H 是，就是反正你咧发的音就是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啊，喙一定要规个拢合起来，袂使开哦。啊，但是你个迄个气对鼻仔发出来，啊，迄个声对鼻仔发出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若要查即个字吼，咱来看一下第二点。强力拍吼，喊，伊讲其他腔口有是有人读喊吼，有人读吼，还是喊吼，喊嘛是即个讲意思啦吼。啊，鬼说就是。大腿，阮兜嘛是讲对对对，大喊腿嘛会使，就是喊大腿，嘿。强力拍就是喊，就是强力拍，用伊个例句用腿仔出力互雷毋是吼。啊，突出石头着人吼，即个例句。第三是伊讲戏谑词啦，食五来碗吼，了了吼，就是你食物件，你嘛会使讲啦吼，五来碗了了吼。我较罕咧听人安尼讲，但是讲嘛知影意思吼。OK， 所以即字字吼 HMH 吼，OK 啊，即字是我来讲，我对我来讲是平常甲我无想到讲爱去解释的即个字吼。OK， 安尼咱今仔日就到遮，我要关房，感谢各位，咱后礼拜再个继续吼。感谢各位，多谢大家，再会。下个来，拜拜。感谢多谢分享。多谢大家，大会安安。